大家好，我哋係天主教新聞書院海馬同學會嘅成員，為咗推廣逆排行動 Mission R 嘅願景，拯救物種及棲息地以及走數挑戰，我哋為海洋公園保育嘉年華設計咗一個名為海洋小幫手嘅保育遊戲攤位。遊戲需要喺限時之內閱讀海洋公園提供嘅資訊，憑着清理貼有答案嘅海洋垃圾嚟拯救帶有問題嘅馬蹄蟹。玩法好簡單，而家就等我哋嚟示範啦。遊戲限時2分鐘，首先玩家需要閱讀壁布版右方嘅文章，然後用小幫手拯救馬蹄蟹。馬上反轉馬蹄蟹嘅底部，打開問題紙並回答問題。然後再將貼有正確答案嘅垃圾捲起，重複拯救馬蹄蟹，直至所有受海洋垃圾影響嘅馬蹄蟹脫離困境。我哋希望參加者可以了解有關垃圾嘅數據，同埋喚醒佢哋對大量塑膠垃圾入侵海洋、破壞棲息地嘅建議。我哋利用咗一啲舊嘅壁報紙同埋紙皮箱，透過廢物利用嚟整啲小遊戲同埋貼紙飾品。我哋避免使用一啲比較難分解嘅塑膠製品同埋一啲新嘅物資。期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環保3R 原則入面嘅 reuse 重複使用、reduce 減少使用，一齊幫手減廢走數，拯救物種同埋棲息地。